体大车拼来关心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，要伫明年2月开始拍。中华职棒是召开35人名单的会议，总教练团是甲即届12强拢同款，严格球员的部分，球员的人选唯一和12强同款的球员，只有队长陈杰宪。 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摕冠军，面对战绩搁较悬，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因为2023年经典赛第一分组贴底，爱为资格赛拍起。总教练詹福古接受公司节目专访表示，资格赛甲12强球员阵容无甲得同款。这一批12强的选手，他们经过整个赛季，然后到12强的一个结束。 的确，身体上面一定都会有一些疲劳的一个感觉。那尤其是投手，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个修复。中职11开35人名单选进会议，有投手20人，补手3人，内野手7人，外野手5人，其中女华选手12到13人。12强只有陈杰宪入选。中职会长蔡其昌讲，陈杰宪早就公开表态，是要代表国家比赛。叫他休息，我们都不是太愿意。那他有这么强的意愿，其实。 我想协训委也很难拒绝。两人各一摆打造上强台湾队，暗过到时阵球团是不是放人才是关键。目前靠着美籍海盗队小联盟系统的投手陈必旭，目前表明那才是需要一份力量。现在还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，然后觉得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嘛，如果真的需要，就可以尽一份力。 经典赛资格赛有8队分 A、B 两组，各组前2名晋级2026 WBC 回来赛。台湾第 A 组会伫2021到23暗时7点伫台北大巨蛋，高手西班牙、南非甲尼加拉瓜。球评指出，这3队有一定实力，免轻视。他在国际方面的认定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，所以其实也不排除，那么这些球队呢会。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小联盟里面的好手来参加比赛。中职表达赞同的讲法，免轻视这3队，尤其咱伫这摆12强有真好表现，各队会提高警觉，面对资格赛同款全力备战，用上好的状态拼入回来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